回博远上班。醒了。哦，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昨天低血糖晕倒，又发了高烧，被人送到了这里。来，还好，烧总算是退了。是谁把我送过来的？不是你男朋友吗？男朋友？对呀，就是昨天抱你进来那男的。我看他挺着急的，这跑上跑下的，一刻都没闲着。那他人呢？他现在去哪儿了？好像一大早就走了吧？哎，不过他昨天可在这儿守了你一夜，今天早上又给你买了那么多吃的，还挺细心。一会儿等医生来再给你检查下，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今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好。回博远上班。小苏，哎呦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我没事儿。你们两个怎么过来了？雷总让我来接你的呗。小苏，你可真行哈！一群恶霸你敢生扑？真是的，你真行！我听何俊飞说你在工地勇斗恶霸，我还以为你就英勇就义了呢。哎，听说是那个雷雨珍送你来医院的。他守了你一夜。他还给我留了张字条，让我回博远上班。真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就是现实版的霸道总裁爱上小职员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不过，他倒是把医药费给我都结了。哎，你们那个雷总什么星座呀？处女还是双子啊？怎么前一秒还冷若冰霜的，这后一秒就人间自有真情在了？大家就女员工不留名儿，这画风转变也太快了吧！我说句实话啊，其实我们雷总人特别好，他吧就不善于表达。切，拉倒吧！我告诉你啊，这就是典型的有钱人惯用的套路，叫什么？玩深沉，让人捉摸不透，是吧？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雷总这种性格其实跟他家庭成长有很大关系。哎，我听说啊，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不在了，所以我估计啊，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，他才显得有点孤傲吧。